新闻时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新北市和同学挂上阿妈棍的国三学生昨暗过网络，当场学生已经和少年法庭裁定收容，专案会以杀人罪还是伤害致死罪来侦办。都市上课时间，学生陆续到学校。新北市这间校园自5这一天发生挂暗棍的案件，一国三学生和同校的学生提刀啊攻击刑砍甲暗棍，经过抢救，有缘宣告不治。我们经过证实呢，学生已经在昨天晚上辞世。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跟痛心。那接下来教育局跟学校会全力来提供家长有关于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项协助。4月10号学生疑似要为女同学出气，提刀攻击15岁10号学生，造成大量失血、失去生命现象。第一层叶克膜救命，恢复喘气心跳，不过经过2天的急救，最后有缘不治。这少年性命都安尼无去。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指派心理师等人驻校追踪辅导，不过今嘛阁验出伤者不止1人。没有这样的状况了，我们讲的那个网络讯息从哪里来？我们看到网络讯息。我们就去再做求证，都没有这样的事诶。案件一直滚到网络传出代志发生的时阵，有一个女同学向前倒3工，手也受伤，不过学校澄清只有1人受伤。10部学生过身了后，检方也指派检察官上验。我们只有处理详言少年刑事案件，要等到法院审查重罪的话，他就会移给检察官侦查。涉嫌动手的4月10部学生已经被裁定收容，专案不排除转由杀人或者是伤害致死罪来侦办。不过检方表示，相关的案件调查也搁伫少年法庭，若法院裁定以上，检方会介入后续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